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另外，观众欢迎收看在2月18号中嘉台南地方新闻。台南市长当选人黄伟哲下晡公布新一批的首长名单，备受瞩目，包括副市长柯玉典、社会局长黄志忠以及新闻处长刘一玲等5位。而现任留落来，包括消防、卫生、甲财税等3位局长，税务前也阁有1位副市长，甲14位局处长，等待后续公布。距离新任市长就职只剩1礼拜的时间，新科市长黄伟哲18号下午公布第2批的小内阁名单，副市长由前新台社科院长许玉典来担任，其他新任局处长还有社会局长黄志忠、地政局长陈淑美、观光旅游局长陈信安、环保局长林远聪以及新闻处长刘依玲。另外，留任的有消防、卫生、加财税局代理局长。今天的公布之后，大概就剩下零星几个少数的局处，基本上我们的黄伟哲市府的小内阁也就大致就位了。那么今天的特色大概是有几位来自学界的，学界的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非常感谢他们肯为台南市民奉献付出。这点我们是非常感谢的，但是要为了配合学校的作业，有的学校马上开完会，在12月25号，就下礼拜2就可以顺利让他们完成程序来就任，有的人可能要到2月1号，也是晚1个月左右来就任。但不管如何，事实上他们都能够先进行业务的熟悉，这点我相信不会耽误到政务。那第3点，就是说。我们的新的市府，那在社会局上是由黄志忠医师，也就是说我们的卫生局也是卫生局长也是医师，社会局长也是医师，但是在对于社会工作以及接下来长照2.0，在医疗照护方面一定是会强化，这点是一个重点。那另外我们的新任的副市长许院长，他是成大人文社会科学院的。这个院长，前任院长，那所以说他的学养应该是没有问题，他的法治素养是没有问题。将来台南市政府的施政将会更这个遵守法治的这个正轨。其中新任的副市长许玉典是法学的博士，对着文化法制甲教育行政有真深的研究。而新任的社会局长黄志忠本身是医师出身，现任高雄市卫生局长。新任的环保局长林远聪现任中山大学环工所的所长，其他几位因为有一寡出国，有一寡搁伫学校处理代志，无法度列席。2批的小内阁名单，目前公布1位副市长，甲12位的局处长，其他搁等待后续的公布。至于另外1位副市长，黄伟哲嘛透露，将由女性来担任。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台南市人口变动，第10届立委选举，咱有加增加一些空间。不过因为选区划分法也卡伫立法院也未审查，所以议员王嘉珍、洪玉凤甲蔡淑惠上午联合召开记者会，呼吁新市长爱为咱市争取，千万唔通互窒息无去。立委的选区10年调整1届，台南市为了增加窒息。进前将东区1分为2，就引起侪议员来反弹。现在因为选区划分法佮卡伫立法院还未审，因此加出来这些嘛有可能会无去。对此，议员王嘉珍、洪玉凤、蔡淑惠、甲李中琴上午嘛联合召开记者会，要求市府相关单位爱努力。9合1选举选完了，到目前我们听到的消息，似乎第6席。台南市该有的立委席次竟然要没去啊！所以我们在讲的，从来这就是一个没有诚信的政府，从来就是一个糊弄百姓，不断的骗，永远只会在精算他各己政党的选票。到底是执政党机关算尽，还是这个又是政策的转弯呢？
总是这件事情在沸沸扬扬吵了那么久之后，结果回归原点，那等于是行政部门不作为，怠惰不作为，结果呢，这个责任是要算谁的？我想不能因为这个大选之后，民进党选的不够理想，结果这个事情就此打住。那我不知道说我们赖院长是不是去有这个选举惊到哈，所以希望讲维持原来的台南市还是维持5席，把我们要增加的那一席立委把它牺牲掉。那也有可能是我们赖院长真的是太忙了哈，他怠惰了他应该做的工作，他只专心在地方的选举。对此出席记者会，包括民进党专委杨雅玲、加市选委会组长许慈伦嘛表示，虽然立委选区权是伫个中央，而且中选会嘛将整个选区变更案送到立法院。照理讲，立法院要伫个12月底进行审议通过，才会好伫个明年1月来变更发布。相关的规定上面是规定说其实我们在中选会是在1年8个月前，也就是今年的5月底之前，会把这个变更案送到立法院同意后来进行发布。那么立法院在这个立法委员任期届满之前的1年1个月，就是刚刚议员说的1年13个月，1年1个月13个月，也就是今年的12月底之前，正常来讲呢，就是会对这个选举区变更案呢来完成这个同意。但是如果没办法在这个12月底完成同意的时候，是由行政院跟立法院这边来进行协商。那么呢，中选会呢，则是会在这个选举区如果有变动的时候，在1年前，也就是明年1月底之前，会来进行做这个变更的发布。最后4位议员嘛做出决议，一方面要求市府伫个新市长就任以后，要积极向中央来争取；另外嘛谴责民进党中央唔通因为选票的算计而失去台南市第6席的立委空间。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开了将近18亿的市立图书总馆想举行上鸟典礼，由代理市长李梦燕担任主席，并且邀请各地地方民大家贵宾共同祭拜祈福，希望图书总馆的工程会当顺利地2020年完工启用，造市民一个全新的阅读空间。兴建基地大约1.5公顷的市立图书馆新总馆，目前当由着营造团队积极来建设基础的工程。对画面当中会当看到大部分的工具结构拢已经来完成。未来这座市立图书馆将会作为生活休闲中心、数位学习中心、图书资讯中心等等，以及综合性运用作为考量，希望带予市民朋友全方位的体验。今天要举行这个上梁的典礼，那也象征市立总图的工程顺利的进行。那预计在明年的下半年，明年底以前，就可以来跟市民来见面，来开放给市民使用。那我想这代表我们建构台南作为书香文化的一个城市，进入一个新的里程碑。因为我们旧的总图在台南公园，那已经比较老旧，而且也狭小。那新的总图，我相信可以提供更多市民优质的一个服务。那也代表我们永康，包括大桥，还有炮校，它的这个重要性越来越重要哈。那么这个地方的发展包括它应该会成为永康的行政中心，还有更优质的居住环境。那还有这个总图附近，我们也会有一个将来也会有露天的剧场露天的剧场。所以我想这里是一个非常值得期待的一个新发展的区域。为着要让接下来的工程会当平安顺利，代理市长李梦燕也带领着市府同仁以及整个建筑团队做伙上香祈福。目前在营造团队的拍拼之下，整个工程的进度超前大约36%，相当的顺利。大家或许看到我们正前方整个钢构主体结构已经都完成。其实大家看到那种圆柱的钢构其实是不好锻造的哦，尤其整个衔接处都要非常的细心，非常的谨慎。所以这部分包括我们的建筑师的团队，大家在监造上都是非常的谨慎，都非常的要求。所以我想在工程的品质上，我可以跟大家保证，绝对没有什么样子的一个问题。0号
伫咧建筑团队全体拍拼之下，市府希望会当达到市民的要求，建造出上佳优质的公共建设，嘛希望会当依照进度，毋望伫咧2020年市立图书馆新总馆会当顺利来完工落成。台湾新闻王子豪采访报道。讲到图书甲阅读，由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所推动的爱册库的相当的成功。对啦，每一个册库拢是有50箱适合学生阅读甲教学，同时嘛建立线顶借阅的系统，互每一学校伫线顶地当借。根据了解，现在全台总共296个爱册库，18号上午伫咱安平义在国小就举办第41个册库的甲办仪式。同时嘛，代表台南市完成一区一册库的建立。为了鼓励多多阅读，由台湾阅读文化基金会所推动的爱的册库，以伫学校设立据点，由民间企业捐赠册，并由新竹会员协助送到各个学校的模式。现在全台湾22个县市已经有296座的册库，高达73万本的册籍。18号上午，安平区的义在国小嘛举办了册库的启用。这除了是台南第41座的册库以外，这嘛代表台南市各区上少拢有一个册库。教育局副局长王坤元嘛非常感谢基金会的推动，嘛肯定册库会使帮助更较侪学生培养阅读的习惯。义在国小非常感谢市政府、谢谢教育局以及基金会的看重，让义在国小有缘能成为我们台南市安平区爱的书库的所在地，可以透过这样的方式来服务大众，也将资源带入我们的校园。让义在国小安平区的师生有更丰富的图书资源来运用，也借此来提升我们学生阅读的能力。见证了这一些图书，它所产生的这个力量是非常大的，它可以一直循环下去的。咱若咧食一顿饭，伊食一顿就可能饱一顿尔，但是这个知识是留在脑海里面，那对他影响，像小朋友今天用非常多元的方式，透过书里面的知识，多元的方式来表现。这个对孩子从这个书里面爱的书库所有的书里面吸收到的知识，它可以化为行动的，所以这一个对他一辈子是影响的哦。现在咱市嘛是全台湾第10个完成爱的册库建设的城市。目前提供8万多本的册，只要有需求的学校甲老师，拢会使利用线顶的系统申请。相信这个册籍绝对会使予大台南的学生阅读有更较好的帮助。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先新闻节目马上登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前面人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啊！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说3次。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市府民族事委员会为了推广客话，特别用儿童绘本的方式，结合台南市四季的农特产品加客人的生活料理，希望让小朋友来影响家长，透过实际操作册中的小料理，增加亲子的感情，同时认识客家的语言加文化。市府民族事委员会伫去年推出了第一本的客家儿童立体绘本以后，今年嘛继续利用当中的2位角色。继续推出新的儿童绘本，即届以四季寻客味为主题，内容以台南四季的农特产品，加上客家人的生活方式，甲利用这实在的方法，互民众伫咧阅读这本册的时阵，除了会使熟悉客家的文化，同时嘛会使认识台南的特产。以春夏秋冬台南在地的食材呢，作为我们这个绘本的起源。那最主要呢，也就是代表我们客家对大自然的珍惜，对这个
大地大物的珍惜，来配合我们客家的文化啊，比如说我们酱干菜的料理，就是要保存食物。那用这样的方式呢，非常生动活泼的方式，好像看了这一本书以后，除了认识当地的四季物产以外呢，也可以我们的小朋友跟我们的家长跟我们的爷爷妈妈奶奶吼，看这本书以后，不但了解台南的在地的特色美食以外呢，也可以按照我们书中所提到的很简单的就会学会我们客家的美食。所以我们希望这个绘本可以能够触及到小朋友的小手，拉着爸爸妈妈的大手，甚至爷爷奶奶的手，一起认识我们客家文化，并能够传扬台南在地的所有的物产，能够将我们的客家语言深耕到我们37区的每一个角落，深耕到我们每一个小朋友的心里，然后由他们传扬到各地。18号嘛来举办新册发表会，现场特别安排副市长张少元制作册中的料理，希望让民众伫咧阅读这本册的时阵，会使实际走访台南各地，同时嘛运用各地的农特产品，让家长甲小朋友共同制作这的料理，培养亲子的感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台糖药品事业部一直以来热心公益，今年再次甲华山基金会合作，动员全台73间加油站为弱势长辈来募集加菜金。民众只要来到台糖加油站加油，就当顺手包红包做爱心，把互华山基金会弱势长辈感受到社会温暖。台糖加油站善尽企业社会责任，也因为认同华山基金会照顾独居长者的理念。今年再度加入慈善行列，号召全国73间加油站，将伫咧12月20号开始进行为期1个月邀红包认助孤老年菜的活动，号召来到加油站加油的民众，做伙来做爱心，发挥善行义举，来关怀社会上孤苦的长者。3、2、1。包红包送年菜。我们如果在这个期间，消费者来到我们的加油站，我们会送一个红包袋给消费者乐意的乐捐。如果金额超过100块，我们台糖加油站会再回馈1瓶高丽参鲜精来谢谢他。希望我们这个包红包送年菜这个活动能够持续顺利的进行。已经连续2年，然后都帮我们发起募集年菜的活动。那今年我们要就是比较特别，我们是包红包募年菜。那会在全台湾的台糖加油站据点举行。那我们台糖在全台湾有73个营业据点。那希望大家都可以到台糖加油，然后顺手包红包，帮助独居老人过一个温馨的好年。华山基金会自民国88年起，伫全台成立383个爱心替代站，免费服务独居以及适龄的长者。这届有了爱心企业台糖加油站的帮忙协助募款，让基金会的运作会当更加顺利。嘛欢迎社会上有爱心的人会当加入志工的行列，服务咱的长者。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由基病以来以护理员所组成的医疗服务团队，新年以来巡回国内外欠缺医疗资源的所在的服务，备受各界肯定。而且最近佮得到中央正式颁奖，其中参与服务医生高员表示，只要受帮助民众讲一句多谢，就是因上大的收获。基美医疗服务社副社长高原医生透过相片讲到，伫海外医疗服务协助中风的船长找回生活重心甲笑容，这就是伊加入基美医疗服务队上大的收获，嘛是上难的经验甲记忆。在偏乡服务的话，其实大部分的那个年轻人都不在，所以我们大概遇到都是老人跟小孩子。那老人的话，因为大部分都是做一些粗重或者是务农的工作，所以他们大部分很多就是一些关节退化，然后这些肌肉酸痛的问题。那小孩子大部分都是蛀牙的问题。那刚好在偏乡，因为就是没有牙医那牙医比较缺乏所以我们去那边呢，就是给他提供一些预防那个蛀牙的一些那个卫生教育，像怎么刷牙那吃东西的时候应该注意一些什么事情。这样子，那老人就是跟他们讲说，我们在做一些工作的时候，一个姿势大概应该要怎么样子那个关节退化的时候，
那我们就是该怎么样做一些保健。基于病院的医疗服务团队，服务的形态相当多，包含囡仔刷口的喂教、长辈用药安全等。有几摆去海外偏乡服务的时阵，甚至连椅啊、桌啊拢无，只会当坐咧涂骹看诊。但当地居民一句真心的谢谢，就会让予因充满正面的力量。在这个服务的过程我们会得到那个在一些偏乡一些居民他们一些很正向的一些回馈。我讲个比喻，光是每个你服务的人，每个人都跟你说谢谢的时候，哇，你那个感受就是真的很不一样。因为在现在这个医病关系有时候会稍微比较紧张的时候，病人问你名字其实我第一个最怕就是他是不是要告我，对。但是在偏乡你不会想到这种事情，你就觉得他们的对你的感谢是非常的真诚，然后他就是对你非常非常的感谢这样子，所以你会回到说，当初我们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那宣誓要为大家服务的时候，那种热忱，哇，整个就会起来了这样子。所以当你再回到医院工作的时候，你会觉得我可以继续下去，我这个热忱。基美医疗服务团队巡回台湾各地偏乡部落，甚至海外医疗落后的国家去服务，这也让因得到卫福部以及外交部颁奖肯定，让所有参与医疗服务团队的成员拢感觉非常光荣以及骄傲。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目前，市营云林台南市美术馆已经接无过2摆志工，得到民众热烈的响应。伫因应明年1月27号正式营运以后临调，美术馆决定举办第3摆招募志工来投入服务，所以欢迎对艺术导览有兴趣的朋友透过报道来详细了解。台南市美术馆伫今年展开2届志工招募，得到真侪热烈回响。总共大约有600人报名参加，而且有9成以上的志工拢有完成训练课程。由此可见，志工对着台南市美术馆的支持。原本预定明年3月才会办理第3梯次的志工招募，但因为美术一馆试营运以来，不断有民众询问要如何加入志工，所以馆方决定要提前展开招募的作业。欢迎喜爱文化艺术的市民踊跃加入。10月17号开始试营运以来，观众如潮，那么剩了1天达到7000人以上。我们即将在明年1月27号正式开馆。那么届时，台南市美术馆将会成为全台湾最大的美术馆社。我们希望我们的台南市民对于导览、对于馆场的服务相当有兴趣的朋友来给予我们支持。我们希望台南市美术馆因为你的支持，因为您来做志工，成为我们全台南市的荣耀与骄傲。我们欢迎大家对于美术、艺术以及对于生活美学有感觉、有兴趣的人，都能够来参与我们的志工，在我们的这个美术馆的场域里面，一起跟我们打拼，一起跟我们分享美的喜悦。为了提升服务质量，充实专业知识，美术馆嘛有设计规划导览的艺术课程，希望志工对着美术的历史、艺术的作品以及古迹建筑，拢会当有加一层的色彩，协助志工伫咧专业知识上的累积。嘛欢迎有兴趣参与的民众，爱伫咧12月20号之前，像网络查询，或者是亲身到台南市美术一馆来询问。台南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那边的关系，明仔详细天气变化。明仔是好天，有时热风的天气，温度16度到24度，白落雨，海面平均风力6级到7级，上大阵风9级。感谢收看12月18号中间台南电影新闻，咱再会。